塊好嘅壽司唔係從買飯開始，佢係從呢一刀開始。每一日喺大家還未食早餐嘅時候，新鮮嘅三文魚已經嚟到呢度。一條魚會經歷幾十道工序，每一刀都決定咗最後入口嘅口感。真正嘅新鮮睇得見，每一片都有細膩嘅紋理，每一次落刀都唔能夠出錯。一份壽司或許只需要1分鐘，但係為咗呢1分鐘，我哋準備咗一個早上。新鮮唔需要解釋，第一口就知道答案啦。每一日我哋都堅持從一條魚開始做好每一份壽司。每日嘅凌晨，當城市還沒有完全醒嚟，第一條三文魚已經開始咗佢今日嘅旅程。壽司師傅嘅一天就係從呢一刀開始。睇完呢個製作過程，你就知道為咩大家都鍾意食德昌現做嘅壽司啦。從整條三文魚到精緻嘅壽司，每一步都睇得見。每一日現切現做，呢個就係新鮮嘅味道。喺紐約，真正好食嘅壽司唔一定昂貴。走進德昌食品市場，每天新鮮嘅食材，現場嘅製作，每一盒壽司都堅持現做現賣。從米飯嘅溫度到魚肉嘅新鮮，每一口都能夠食出安心而滿足。無需預約，無需等待高檔餐廳，就能夠用親民嘅價格享受到新鮮、美味、高品質嘅日式壽司。無論係午餐、下午茶，還係下班後輕鬆嘅一餐，德昌食品市場都為你準備好新鮮，每天現做。美味每一口都值得，價格更讓人驚喜。德昌食品市場讓高品質嘅壽司唔再昂貴。今日就嚟挑選屬於你嘅嗰一盒新鮮嘅壽司啦！每天新鮮現做，歡迎到德昌食品市場壽司專區挑選你最愛嘅壽司同魚生。靚女啊，試下我哋呢個百家粥點。啲飯好柔軟啊，中式七彩壽司啱啱整好啊，好嘅話就依家食啲口感都比較好嘅嘛。好好味啊！係啊，現做嘅飯還算軟嘅喎，我咪德昌嘅壽司喎，每日都會現做現賣，盡量讓大家食得最新鮮嘅壽司。好好味啊！家人都會買我們嘅壽司拼盤啊，一次呢可以食到幾種嘅口味啊，喺度客人食得開心，就是我們每天堅持現做嘅最大動力。